真正有够台！台文博览会要开始啊！好佳在，我有先报名，啊无买靠就无目屎哦。好佳在，好佳在，到底要安怎写呢？但是绝对不是这个好佳在，好佳在啦！哈哈。好佳在写做好佳在，幸好幸亏意思，好就是好，佳嘛是好。不过在这个字一定找无伊原本的意思啊，用这个字是假伊借字，有人嘛写做这个在，但是使用教育部闽南语词典的用字，写做好佳在统一一个写法，安尼学起来嘛较轻松嘛。来，对我念一摆，好佳在，大家千万爱记哦。